喺澳門，你都想煮出法式家常菜奶油蘑菇燉雞。今日威廉就教你點樣煮一道家庭西餐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做一道冬天嘅菜式，咁就係呢個法式蘑菇燉雞。材料咧就有雞半隻啦，都有橄欖油啦，有牛油啦，有百里香，有洋葱，有蒜頭，有乾葱，有蘑菇，跟住有啲雞水啦，跟住有忌廉啦，仲有呢個芡粉嘅。咁我哋首先將食材處理咗先。關注威廉，9點開工做到好。